但係而家我做呢一個咧，就純粹為自己嘅民族嗰個國運啦，嗯，為一個文化係咪一個唔係一咁個文化個嗰嘅文嘅個動機完全唔同，同當年？OK，唔同，同當年嘅動機唔同。嗯，同埋而家我咁有嗰套快身可以做到啊嘛，以前未有嗰嗯嗯套快身。嗯，即刻好完整啦，成套而會係家完整係而家我本身仲有嗰個舍利子喺手啊嘛，嗰個身份唔同啊嘛，係嗯即係我搞呢樣嘢冇人可以挑戰到我嘛，係同埋喺呢方面我嘅常識多咗好多啦。係嗯哦，即係同埋仲可以希望，即係有能力可以做得比一般人更加好啊！嗯你唔可以話求其去點當做咧，呢個過唔到自己關嘅嘢唔好做啦。自己係咪係冇錢係咪？自己嗯咪冇錢搞嚟做咩咧？